昨天晚上我问你，还信誓旦旦的说保证不是你拿的，还帮我分析。你自己拿的。给不给领呢？拿没拿？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拿没拿？他信用卡欠了多少钱？那他的钱从哪里来？还有一点就是这个门啊，外卖他可能也进不去，因为他们经常点外卖吃。分析这分析那，这么强的信念感啊！昨天晚上为什么不说实话？第一个是可能想留点面子吧，他两兄弟知道，然后他们嘴巴比较容易传嘛。第二个是想着今天早上来找那个报警人，自己私下去处理嘛，然后把这个案件撤销了。你真的想得多，搞些这些歪脑筋。你说撤就撤啊？你当我们公安局是干什么的？鬼点子倒是多，就是没有用到正道上面。你还说你要面子，你如果真要面子的话，你就不应该去偷了。你为什么会想到推到身上呢？就是为什么不说张三，不说李四，为什么说是？因为那天我跟他们两兄弟在聊进过宿舍的男的有哪些，他们就说了，你就顺水推舟，说是他拉的。对。这个平时为人怎么样呢？憨厚老实，憨厚老实啊。你呢？在外人评价都说我花心。确实，谈对象分的也挺快的。然后对朋友这些都没问题。对朋友很好。平时你跟玩的怎么样呢？蛮不错的。人缘方面也不是太好的，可能就跟他的熟一些，吃个饭稍微熟一点。然后对朋友这些都没问题。